时阵就咧做鱼，长牙丝路啊，个水鱼。你这个修理干的热水器的时间，你不会，其实人家只是那个电池没有电而已。你要跟他说，你这个整个要换掉啦。哎，你把人家商业机密讲出来。思念的心情同样无改变。在这个转系当中，除了母语之外，还有港面那个日文啊，还有印尼文。然后我就挑战边吹边唱。闹热倒你腿，闹热强下来。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黃姑嚇。來，今天大家好。係啊，也要來到人哋流行歌曲組嘅保米爭霸賽，目前邊面上5冠的也表聽。恭喜，他比6了，6。對，6大順啊。6，對，6，嘿，落，啊不，凶了。對，很厲害了，又會唱啊，又會創作，馬家主播，非常有才華，一位後生朋友，希望佢前途無量啊！喂，今年17歲就會發展得更好。加油，我相信一定有的哈。來，今本也有位新的挑戰朋友啦，歡迎。但是有來過，啊，比賽之前的介紹你評審先生，哈，來，歡迎宋碧先生、王奕煥先生、陳碧先生、王玉雲先生。耶，先生好。好了，CP 先生介紹的，哎呀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哈。好，來有請 TVB 嘿。TV 來自花蓮富里田秋生帶來阿妹嘅松鼠。喂，彈開啦。强强见戏，阿妹嘅松树，亲亲的看阿妹嘅面容，无情岁月不留情。滴滴溪成了流台路，为曾交情甘露，为曾高勇肩负，阴阳风霜拦路，究竟只。来诉苦，最美态阿妹嘅松树，为曾交情甘露，为曾高勇肩负。风霜拦路，究竟怎来诉苦？最美态阿妹嘅松树。係啊，陳志豪，你好。係，你多年前嚟過啊？至多係三年前。3年前哦。啊，3年前要嚟過，又被避開啦。所以按你細支咪，強按你細支呀。應該係吧？3年前應該係。係強咯。強按你細支啊！一般有人想要揸嚟邊？
来养看看呢。哦，好高啊！哎呀，你法脸真，法脸的朋友啊，哎呀，法脸来片一百董演，董演的，你有带那法脸？带法脸护理，护理个清法脸清带下呢，系嘛？过去做刺伤的，刺伤就推动这片呢。法脸迄老刺伤的2个交界，用隔壁，隔壁嘛，你护理做乜嘅？我迄做个民宿的。啊，民宿啊，开民宿哦。哎呦，有没有相片？有没有相片？相片是什么民宿？我都妈咪啊。民宿是丰南小田庄，我迄个种诶竹竿屋啦，竹笼的竹竿屋，复古的。啊，那个腹地有多大？大概有连地吼，有500-600平，5-6分梯啦。 6分梯哦，6分梯，1分梯就200-300平，200-300平是1000平嘞。有啦，总下。哎呀。哦，含迄个竹竿做嘅屋哦。屋无安胎啦。哦，那讲个竹竿做嘅屋好维持吗？有好哦，有70-80年的老建物。老屋就抽嘞。哦，铁板堂的呢。对，因为评分评得到，那个评分。 好吗？可以啊，你的民宿网站当红请的都有。都给 Booking.com 有上网。Booking.com 还有 Agoda 咩请的都。係冇 Hotels.com 咩請的都。早講白，改版廿那麼個民宿。豐南小田莊。豐南小田莊。對，認為應該係香田嘛。 我們我哋嘅係豐南村嘛，我嘅就田莊嘛，改就種田。哦，種田啊。我哋富里哈，主要是出產米。米青油米，紫松米、富里米是金融的。梅子、金針都是很富里的名字。都喺嗰邊呢。哎呀。所以去那個呢民宿感覺像田野生活樣啊，有安尼感覺呀。是啊。有啊。哎呀。還有外國來嘅朋友，親戚份嘅片吼，親有特色。 有啊，外國的啊，還有那個黃山亮老師沒有？哦，他也去過。亮哥沒有去過就錯嘞，因為他喜歡。好驕傲啊！冇啦，我驕傲啦。如果羅時豐去住一下，下次我跟亮哥還有羅時豐都有來住過。也行嗎？還有什麼？還有什麼名人去住過？ 因為我可以講國語哈，可以。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個古道秋生有一個活動，所以會請一些名人來，我那剛湊巧就民宿安那啦。哦，有安排那些貴賓待在你那邊，住在你那邊就錯了。哎呦，安好啊，反正去富里可以，如果找不到地方住，就去他那裡了，對不對？啊，至少1800平，你要躺在哪裡都可以，好吧？哎，豐南小田莊啊，小田莊。對，那個 hotels.com。OK。Booking.com，高大當活動節的。啊，那衝得來了。哎，衝得來，請費先生公平哈。來。 CMG 你好，你的嗓音非常的温暖，我觉得让人听的就是觉得整个心暖暖的那个厚实度的很好，我觉得很棒。我想問你係客家人嗎？我係客家人啊，但是我係講海陸嘅。哦，講海陸。因為你跟老師有一些咧怪怪的，好像。 但是我不，这个应该也不是海流啊，还有那个風送人路，你也唱的風送人，有點像法語，哎，有點像法語哦。就是今天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老師跟問題哦，就是讓我們聽不清楚捏啦字走那個走跟冷，再來就是你下次也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個節奏啊，風送人路你就是好像搶得比較快。 哦，2次的這個地方都稍微快一點點，哈，這個就是比較有一點可惜，但是我覺得你整體的表演啊，跟你的音色我都覺得很棒，哦，下一次可能就是應該從國語時，你在練習的時候，老師會清楚一點點，好，因為唱歌有一些唇齒，你把它念清楚，比較不會讓我們覺得，哎。 你有沒有念錯？就會有一點扣分，就會比較可惜。好，然後再來就是拍子，整首歌的拍子都很好，就是比較可惜的，就是2次的風送人路這個地方，你都搶得很快，
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你今天很棒啊，声音很好听。谢谢老师。对对，很有味道啦。哎呀哎呀，好来来来，快给个分数来。看一下田秋生嘅分数。係。很做得啊，我做得。你入面試會唱國語言堂嗎？唔會呢，唔會啊。有嘅外國。磨韓可能懂磨韓吧，佢民宿都懂磨韓，會邊說會注釋。邊說有腔音。有腔音。注釋我就去個注。客家的。哎呦。麥啊，最近。坐船的時間哈，一破幾十，兩個一破一十，有坐船嗎？有啊，我都煮嘅蚵仔糜。早餐蚵仔糜。鹹糜啊！哎呦！銀客嗬，佢來嗬，佢講係為我早餐而來。哦，你對我安尼講啊？哎呦，住一個晚上多少錢？那平日假日冇通用啊？有分平日到假日。但旺季沒有查，有興趣嘅朋友去咖喱。去上網去查一下。當風小情。什麼？好啦哈。就喊做得來了發動獎，發動，哎呀，安子生，好，先生畢業當早，謝謝，好嘞，撒下來呢，撒來原件味道了一撒，好嘞，糖過啦，好糖哦。看一生離開愛家嘅，愛嘅心比霜啊，木子流連連，離開一年，相依一年，多乃是多乃節恩良沙。長輩相見，愛上平然化作一陣夢魘，飄啊送啊抖啊，送到你嘅身邊，見你一面，相依一遍。係唔係有可能倆情緣還袂相見？相依遠遠，相依千萬遍，無奈何無雙嘅誓言。相依遠遠，相依千萬遍，無奈何眼裡有啥無言？再愛恨愛恨愛恨，你也唔會。一生離開愛家嘅，愛嘅心比霜啊，木子流連連，離開一年，相依一遍，係唔係有可能倆情緣？還袂相見。邊比倆過邊狗路了呢？他每一種狗路，每一種都有吃寬啊，你金錢他變啊。對啊對啊，今天感覺有點孤寂，真的有。孤寂一掃。有。但他現在不孤寂啊，一收條路會本影出來啊，現在是明星呢。你好瘋，你是明星嘛？冇啦，人家唔做馬條路呢。平常時就嚟走去長雅士路啊，有水去。哎呦，很厲害啊！哇，那你一輩子不走？沒有按，沒有維修。哦，所以去維修的時候就本影。夫婦的時間本影出來啊。有。哦，都好高，很厲害。他有認識啊？他怎麼認識？他把你認成小康嗎？
你是不是到了大台就 band leader？ 没有，他可能说你是不是在综艺几棒啊？不是啊。是有人问我是不是有去参加闹热岛？有你问哦，谢谢老师，你是有参加啊，没错啊，参加东东演的呀。冇啦，因为来了比所以本人演出来系冇。哦，个客户可能有诉考人哋嘅节目。有哦，那边客家庄嘛，嘿，要做客家庄哦，难怪啦，嘿，难怪会变演出来。有，哎呀，你这个修理跟那热水器的时间，你不有场也会被，其实人家只是那个电池没有电而已。你要跟他说，你这个整个要换掉啦。哎，你把人家商业机密讲出来。走在涨是涨了。哦，冇热水器这种安全性懂重要啦。可以，走在是涨会涨。哦，上一科是涨，上五科是问佢会问听么？我用涨会。这很不一样，一劳永逸，这很危险。专业，因为我第一天来这混的嘛。这个工作也是危险的，危险啊！这危险当然要付出这个金钱。他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对呀，安全轻重要啊。所以他曾经这样子过。没啦，他是替客户打算。那全部涨的时间是。你讲你要同修好，一钱同买一台新的差不多，就买一台新的就好嘞。哎，我也没有常想要看到客人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坏掉就叫我去修。好啦，妥善率要提高。反正我卡个热水器也得有磨摆台来把吼压死路，嘿，眼尖笔，情侣毛头，因为创过本堂哦。还有，走的啦，走的。你前世拉斗就做的喽。没，来，从这来唱一环欣赏来公平一下。减肥好，你其实当你冲那首歌曲，感觉懂。就是你的歌哎，我觉得没有雨薇老师的样子，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前面大家都会冲两首歌哎，我啲比賽嘅時間未衝過兩首歌哎，嗰時候我當你衝嘅時間，其實感覺你嘅處理的方式還蠻特別，例如說我很喜歡你的尾音的處理，有一個你很特色的抖音，对，但是又不会觉得太多，或者是有点为了展现这个抖而去过度的去展现这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但是就是这首歌适合你，但是在音高的地方，你在准备要唱到那个才爱恨的时候，感觉有点小小的蓄力不足。所以你在唱的时候就有点小泄气，对，有点可惜。然后你嘅咬丝啲冲高音，然后较大嘅音嘅时间就会感觉被影响到，所以就会有一点中文的发音跑出来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比较小小可惜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你的最后一段处理得很好，对，有那个叫什么气泡音吗？就是开头的时候对，罗哥懂不会气泡音？对，气泡音，这是很好的发声哎，顺便提一下。对，它也是一个就开声的时候，对，开嗓的时候，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气泡音去按摩。但我觉得在冲口味时间，你有用到这个技巧，其实它要很怎么讲？它不能太多，太多就会整个油掉。例如说，你每一段的开头的。看你傻，离开爱概念，就觉得哇，太多了这样。对，但是你这一段呢，你是在第二句爱嘅心比松啊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你好像真的很悲伤哎。離開愛概念，愛嘅心比松啊，木子流連連。懂古戲給感覺，就覺得今天真的有那種孤單的感覺，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首歌裡面有達到一個加成的效果，對。然後兄弟白慧茹老師有提到說，你的共鳴可以放上面一點，所以我覺得今天有聽到比較輕鬆一點的感覺，所以我覺得在這首歌曲裡面又更加分了，對，所以我蠻喜歡你今天的詮釋。好，哎呦，老師喜歡，老師喜歡你氣泡音啊。哎呀，好來，可以哈，原跟比嘅分數。好。
恭喜！赞！你唱咩剧啊？加基本分哦，94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係啊，進步嘅話就這個。我到95哦。係啊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希望你這個熱水器跟瓦斯業績蒸蒸日上。要做良心事業啊！導演呢？這個本來就是安全至上。對，好，來殺下來。殺落去，李小怡帶來天空又落水。好嘞，彈過啦。天空啊，又愛落水了。剛前面是有誰嗎？怎麼說？要匆匆一衝又。很想找到誰了？是你看到你媽媽？哦，看到我媽，哎呦，芬妮姐好，看到芬妮姐會怕呢，這樣。不強。你最近冇來咧啊？冇來。你之前一張雷比，所以直接給媽媽打西都來。打西都皮的，從頭到尾。順便看看我，看看林老師，順便看看我。天南地北從愛字眼勾，漂流天涯心必鬆，走的感情就從夢一場，不會跌落你的溫柔，你是呀夢太辛苦，想愛記起你的面容，點都記上記清楚。天空啊，又愛落水了，因也沒法度營造出鬆心木子淡淡的流。你是呀夢太辛苦，想愛記起你的面容，點都記上記清楚。天空啊，又愛落水了，因也沒法度營造出鬆心木子淡淡的流。小雨咩當厲害哈，唔乜嘅歌咁樣唱嚟，就做得有辦法用其他方式去表現。但剛前面是有誰嗎？怎麼說？要匆匆一衝又。很想找到誰了？你有幾個定點的 pose？一衝有寬度，馬莎跟我講。你看到你媽媽？哦，看到我媽，哎呦，芬妮姐好，芬妮姐，看到芬妮姐會怕呢，這樣。不強。你最近冇來咧啊？冇來。你之前一張雷比，所以直接給媽媽打西都來。打西都皮的，從頭到尾。順便看看我，看看林老師，順便看看我。哦，這種是林天勇先生啊，他們是對唱夥伴。所以你媽現在放心了。她現在就是放生，放生，反正也不管你的死活。對，反正但是第一期間每一次親母啦，基本結束後會打電話來講呀，基本吃都用誒，鼻都用誒，這樣子。他至少會餵飽你的肚子啦。其實吼，芬妮姐佢唔煮盤呢，佢唔會煮飯，按後面啊，唔好煮也唔好煮，唔好煮，唔好煮。因為我看那個廚房吼，動西動豆，
但是非常干净。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几乎没有。都应该不会吃烂哦。哎，谁是怎样用嘞？哎，又伤心妈妈为煮盆，我动为煮啦。一直听说什么他的葱油饼很好吃啊，我这辈子目前还没吃过。那你听谁说他葱油饼好吃？他的朋友，他朋友是讲，他莫也冇试过，嘿，有没有试过你煮的？所以你真的是芬妮姐亲生的吗？对啊，你到底是对啊，我也想这样问你，但是他生的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吃过。生出来以后他就把你丢到外面，对，先丢给阿婆的，没有，妈妈很棒，妈妈爱你。好了，今天很棒，唱的很好，来，唐哥从手来唱，V 欣赏来公平一下，来，系啊，这个运动好，每次都干嘛？对啊，有三點每次都同好嘅一點點，就是A 段而家唔可以跌落而嘅溫柔，那 Q 一同好。對，這可以 replay 一下這樣子。然後那個 B 段副歌嘅地方，我一次都同好嘅地方係反又反覆改編。那個是一個副歌嘅最密上，通常支撐會下不去，或者是有點弱掉、虛掉。那唱愛可能就會按用，不過你支撐得非常好，就是有練習過，看你出來兩條歌，你有認真啲嘅練習。啊，第三點係後來副歌嘅地方，我知道係未來你做得去想一下，就係講搖滾嘅歌曲，你係算一些的輕搖滾吧，對我來講。但你唱的整個節奏已經很好，同好咧。不過在第三段，可能你嘅力量有出來，你有用力，你的層次是出來了。不過音色，看係咪用，係咪有其他嘅音色？假使你音色冇共用，就沒有不一樣的音色的話，你做得吃寬。特質詩嘅斷點，因為搖滾每個字它的噠滴噠噠滴噠噠噔噠滴噠滴噠，它嘅斷點冇強用，而嘅層次也會冇強用，所以第三段做得按用去吃寬，冇你就會按用，第三段就是把能量放出來而已，按用，可能可以再要求一下就會按用。其實懂後咧，我不一定懂。好，什麼？好 ，OK， 好，是這樣。公平後來啊，是這樣。我欣賞。基本同過分，其他唔點用吧？其他唔點，看就對咯。可以哈，立修一個分數。好嘞。哎呦，90分。哎呀，厲害，有機會，真的今天唱的真的很有味道。衝了同好。好了，什麼時候贏啊？子姐。好來，做小子啊。好來，殺來，總理帶來10包鴨。好來，唐哥啦。日頭曬了一卡住，他的出場嘅火盤嘞，頭那麼濕噠噠，用出他的爬山的食材麻木搭袋，小朋友窮下來去河北倒水，唔嘅下講馬來窮下掉鬧嘢，曙光那等馬就跳心兩點落肚，一條用白啦，對我窮用冇法度。天公公充滿，愛老爺公大嘴鼓，吃的啲唱歌，sen的啲跳舞，我飲從老爺就兩轉我開路，啲湯下工作點碰點泡茶，吃飽呀沒喊啲做下，莫喊其他，爺公公sen的呀，冇都歡喜樂聽，笑哈哈。天公公充滿，愛老爺公大嘴鼓，吃的啲
唱歌，先来伫爱跳舞，火焰中人的照亮全无卡的路。伫汤下工作店碰点泡茶，吃饱呀没喊你做哈，无喊凄惨。你公公先来领，无拄欢喜乐中笑哈哈。拢條呢咯，哎呦，係啊，投入誒，開心嘅講都懂好咧，係啊，哦，基本都做懂好，哎呀，6樣已經失爆呀，係啊，失爆精神懂，精神懂好，懂聽啊用，好常人真係失爆嘅精神好，係啊，冇將係錄音嘅失爆都上水，係失爆飽困正常的，對，基本兩條歌表現都懂好呢。為什麼想要唱啊？思飛欣賞的歌誒，對，思飛擅長。我第一次來這邊唱歌的時候，然後他就有說希望可以用我的聲音去詮釋他的一首歌曲，那這個我一直記在頭腦裡面。真的哦。然後我就想說，那我從老師的專輯裡面選一首自己還可以詮釋的歌。他隨便講講你就聽這樣子。哦，好啦，隨便講講。結果今天唱他沒有來誒。啊？對呀。他沒有來誒，這樣壓力有沒有比較小？我說你今天唱，但是今天的評審老師沒思飛欣賞，這樣壓力會不會小一點？我覺得好像。還是很有壓力，還是有壓力，老師都瞪大眼睛，我剛差一點輕鬆不起來。哦，真的，對，就把視線別開就好了，或者是想要輕鬆的時候看一下小強老師，那邊就會比較輕鬆。然後屁股對鏡頭，我比較有信心，對不對？哎，他強鬆，唱歌就強鬆。我覺得你今天是爆壓嘅，整個肢體感覺也很輕鬆。蠻適合你的音色嚟嘅。係啊，好。對。阿勇就會唱玉雲欣賞嚟公平一下。來。這首歌我覺得我蠻喜歡的，因為這首歌很有韻律感。但是唐宇聰哈，我給你一些建議哦。一直你第一唱的時間，我有特別的注意你嘅表情，還有這個韻律感。但是呢，發覺你在唱歌的時間，你可能想要去表現這個技巧的部分哦。我現在講的其他的參賽者也要特別注意哦。平常你大概練歌的時間，比如說我們練一些技巧啊，我要練高音啊，各種的技巧。卡斯貢你大概唱歌的時間，你還在想技巧我怎麼去表現。比方說這首歌哪個地方比較高，你還去想我要去這個地方我要怎麼去表現。按你出唔抽，你應該要把感情投入，你給所有的技巧所有的技巧變成是你的習慣。比方說你第一句啊，我剛才看一下譜哦。哆哆哆哆西嗦哆，然後你在唱的時候要有點韻律感，因為它有一點切分音嘛，你頭塞了一下豬，它那個切分音的地方你沒有唱出來，所以這首歌它的強弱的表現是可以讓你拿很高的分，但是你今天就差那麼一點點，要不然你的分數會更高。所以這首歌是很輕鬆，你今天你有把它很順利的唱完，但是你比較不足的地方就是你沒有辦法整個很舒暢的唱這一首歌，你還可以唱得更動啊，噠噠噠噠滴噠噠，然後你那種感覺就可以帶動現場。你今天只有做70%而已，但是你已經進步很多了啦，進步很多嘞。所以你在練歌的時候，所有的技巧你要記得。今天我來你講嘅，所以其他參賽者也要特別注意哦。很多你們在高音在唱的時候，很多抹重鬆一樣，差那麼一點點，就是要運用向上的技巧，就是你整個我們唱歌有沒有一定要開的地方，因為它是我們聲音的通道嘛。如果你沒有打開了的時候，你的聲音就不對，也沒辦法唱上去，所以比較可惜的地方。今天已經很棒了啦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好，謝謝安子姐。好，來，看一下分數哈。看一下總你嘅分數。哇哦，97分呢。不錯，李欣老師還給你到94分，真的很看好你。謝謝老師。24，就加起來總分24。他真的進步很多，進步很多。但是呢，調花功呢，就是你要加強，還有其他參賽者要加強。你的技巧只能成為習慣，不能你在演唱的時候還在想技巧，這樣子就會影響你的表現。
了解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太棒了！哎，恭喜张力，加油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了，我做休息哈。好，好了，杀好了。杀了，这边就一又停到了，今仔关嘞，今仔关嘞。今仔关嘞，今仔关嘞。今仔关嘞，今仔关嘞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眼里迄囡仔关嘅我团，也就迄中国嘅囡仔。日本大鼓嘅耶稣，还有眼里贝斯太强，期待的中法嘅天尊。好山好水嘅屏东，下排版吉他手，马龙龙嘅故乡，所以是祖嘅团。兄弟怎么面给向前后 ？Everybody 是梦，通常过退半我半点钱，能够眼里有音乐充满了给新世界。Everybody on 自身，时代在进步，啥飞改变，把阳年老年穷下冲过，快乐给每一天。爱冲，眼里迄囡仔关嘅乐团，希望你来通爱冲过。不管迄下甲好路，你讲法应该讲你本法，太讲用音乐来做伴。虽然人生嘅路途有欢喜有甘苦，有滋养有世俗，两份理想总比眼里心滚度。大家继续念这个面给向前冲 ，Everybody 是梦，你通常都退半梦半点钱，能够眼里有音乐充满了给新世界 ，Everybody 往自身，时代在进步，啥飞改变，把阳明老爱穷下冲过，快乐给每一天。虽然人生嘅路途有欢喜有甘苦，有滋养有世俗，两份理想总比眼里心滚度，再让大家继续念这个名嘅向前冲。个眼里有音乐充满了给新世界 ，Everybody on 自身。时代在进步，啥飞改变，把阳明老爱穷下冲过，快乐给每一 Everybody 是梦，你通常过退半梦半点钱哈哈哈哈 ，Everybody on 自身，时代在进步，啥飞改变，把阳明老爱穷下冲过，快乐给每一天。哎，我第一拜堂都有云冲2条狗哎。对啊，好棒的一首。这都是已经那个已经过往云烟了。这个请问一下哈，可能有当导演要同我讲个无了解，吉娜冠子，哪一句开始成立的？2006年。哦，瘟疫什么年的呢？嘿，啊，成立。这样是。还蛮创下个个，汉语个从2013年开始。刚开始创。一条啊，创个2条个，就我侬今仔讲的，俩迄个第一条创作个汉语个，迄介绍人27工乐团的，不说个地波都有写人乐团个，个两时啊团员的名的。哦，所以你。后来下太2条个以后，我们团就解散。所以你们团还有维系的几年后来就暂时停下来。一称呢，到2015年的时间，某因为一次都在卖早餐。OK。到2015年的时间，张就系比赛嘛，冲给老虎碟听嘛。啊，有人可以一个新的囡仔管的乐团。
啊，当2017年的时间又请恩利原本的团员转了，变做2下囡仔个那个团，不过鼓手同。鼓手莫强用听听，嘿，这个今日带来一挑战嘛。我觉得我是有动战的，而且你好适合。你还曲风同来笨蛋，本来莫强用，他本来更放克一点，你今天是比较做 disco 一点的节奏，比较 disco， 然后有点摇滚这样子的感觉。还是壮老师弹错了，应该没应该是上位啦，是上位用的节奏啦。是啊，我觉得对啊。我们本来是比较更就切分比较多一点的，对啊。不过人家糖豆懂感通啊，现在听到觉得很感动。你看他刚刚快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真的吗？因为他就是想到说，给下条国会下完以后，冲了以后就散团了。啊，哎。不过感谢啦，不该非常多懂多事情。没给你们什么赢哦啦，那时候的团员们，我们是四面八方的人，有日本人、河洛人呐，然后原住民，然后外省人，还有爱客家人，就无足一合，全部就某强用的，因为音乐结合强啊，就同。又挺强用啊，佢咩接书都夾爸爸，佢哋喺上去做音樂嘛，有人嘅夢想，係啊，感謝你。對，不客氣。我覺得你走這種風格的，羅哥一直說你好適合走搖滾這種風格，真的他好適合。我說你那個是行搖滾的話，你那行兒啊部分，你就會變行兒的阿葉。對啊，我就說他就是客語的阿月 ，trash。對不對？我會努力學客語。對啊。好，加油！動到前邊，做人們，嘿。來。哦，衝出來搶飛行上公平哈。佑廷，我今天聽你唱歌，我心裡非常的開心，因為我看到你一直不斷的進步，其實不只是你，我覺得今天每一位都讓我聽到你們的進步，哇，這一點我真的很感動，因為我從你們剛開始比，然後有些這樣。一次一次來，一次一次，甚至剛開始可能都沒有覺得自己會留下來。我們張力對不對？他沒有覺得他自己會留下來，可是他你看一直越唱越好，真的讓我很。上一個禮拜我就驚豔，這個禮拜也是。好，那每一個人唱歌會有一點點的缺點，這是沒有關係，因為有缺點我們講，你們才會有進步。包括我們自己在表演的過程當中，我們都要不斷的去調整我們自己。所以我真的是看到大家的努力，我真的很感動。那佑廷，我為什麼說我今天真的覺得看到你的進步？我甚至還覺得，你的吉他怎麼也好像越彈越厲害。哦，對啊，所以他剛剛希望他的吉他大聲一點，要把那個蓋掉，就對，把冠霖老師滅掉，不然音箱太遠了，不然直接拔掉。你知道他有我覺得你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。我覺得這個不只是你唱歌不一樣，我相信你內在的裡面也在改變。因為以前你在唱這些搖滾的歌曲的時間，你會很爆衝，你就不管就整個這樣吼啊爆衝。可是根本你在說歌曲，我可以聽到跟上個禮拜，我會聽到你的裡面的那個感覺，就你不再是一個外表的爆衝，外表的唱出來，外表的喊，甚至高音的時候，不是只有聽到你的外在那個很漂亮的喊上去的聲音，而是能夠聽到你是從裡面出來的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。好，這個我真的要給你一個很大很大的鼓勵。好，那今天這首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的吉他也彈得很好，但是不曉得吉他有沒有影響到你的律動。所以說今天這首歌有些地方你就是感覺你一直搶拍，就稍微搶拍。我覺得你的那個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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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，你看我這樣是很自然的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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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，這種東西你會模糊不清，而不是那個噠噠噠噠噠噠噠，你是噠噠噠噠噠，就會一直搶在前面。時代朝前不加皮改變，還有那個同窗口台灣末半點前的這樣，特別是這個地方，因為它跟前面又黏在一起，但是黏在一起，怎樣你在黏在一起的過程當中，聽到你的顆粒感卻又很從容，了解我的意思嗎？就是聽到顆粒感，但是很趕就不對了。聽到顆粒感，卻又很從從容容的可以唱完，這個的話才對。所以這整首歌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你的那個律動，你的那個都一直搶在前面。特別就是每次那個後山後水那一段，每一次，還有第二遍的話是水眼眼神跟路途，每一次的這個部分你都會特別的穩定度會比較不好。
啊，你回去看播出，你就会知道。那还有一个你讲那个你哈，你每一次都好像唱成你。对哈，就是那个你以后那个咬字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字。好，每一次唱歌好像唱到你这个字，你就会比较有点像你。好，这个再去多一点的练习。好，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还是很棒的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欢迎就会抢目前的新歌分秀一轮的不推动。哎呦，分手了。我们每一次都是你们两个在拼哈。哎呦，好像这节目为你们两个而设的。哎呦，赶快有人不是你上就是他上这样子，换来换去。好，安阳，你就看分手了，看一下要不要停个分手。叫来过啊，6年咯，6年按久呀，按久咯，按久是。哎，你有见过面吧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嘿啦，嘿么个安尼？佢迄几岁嘅时间来？倒数第2届。哦，倒数这样子你已经开始主持了吗？唔记得，有啊，有点主持啊。哦，对头，水木长多，水木长。看分数了，看一下要不要停个分数。哇！97分，恭喜要停，明面成功。太强了你！恭喜97分同高分呢，恭喜要不要停？也嚟到傳統組寶 V 正巴歲，上禮拜某 V 面咋，又會全新開局咧。那當然某 V 面咋，吼，可能安尼個陳立文先生可能就還有叫我再變一擺，個變一擺，你有幾飛咧？維持佢一關呢，但是冇呢，冇呢，佢上禮拜分數輸的呢，所以要重新開始了。哦，重新開始了，大家加油！他家就有幾位？哇，實力很相當誒，他幾個實力的。不知道今天有一個新的朋友，新的朋友來到我哋現場。你有厲害嘛？以前有來過。來過，但是比賽之前的介紹呢，評審先生來，歡迎李秋雅先生、蒼永興先生。曾明珠先生、恰奇哥先生，好了，好，有請 TV 來自桃園勇妹黃美琴帶來評判，來聽啦。是啊，一生流。
米健之好，要不就是你好，哎呦，哪久来过啊？6年咯，6年按久呀，按久咯，按久是。哎，你有见过面吧？有啦，有啦哦，哦，迄乜嘅迄安尼，佢迄幾歲嘅時間來嘅？倒數第2屆。哦。但是嗰陣時你已經開始主持了嗎？有唔記得？有啊，有主持啊。嘉義樹。張奎是樹上水木長。所以個動反應唔亮是啦。上面亮晒啦。上面亮晒，啊還有冇？還有上演乜嘢？有吧，講到評審欣賞。國寶級的評審欣賞。國寶級的欣賞。哎呀，又不安排指頭啦，係啦。啊個安尼超級嘅樂師，樂師欣賞。小強老師。超級的哦，全部都某邊啊，超級的，超級的。對，哦。朋友欣賞。你是來選舉嚇，要唔係哈？哎呦。咩啦？同睇一個門口叫6年冇來咧啊。係啊，6年冇來，來到咧按享受嘅舞台。係啊，按叫嘅時間。多年冇上來來呢。真係啊。跟住超定叫來啊。佢根本就超來呢。根本哦，嗰邊坐一睇對。啊來比賽。即係全部也朋友嘅啊。係啊，佢來。愛準備來咧啊。哦，來觀摩就出嚟。準備來啊！哦，準備來咧。然後希望做祈禱一單哈，4位中間嚟到訪問一條哈，好嘛哈？睇下嚟打嘴鼓呀！哦，好啦，是冇米件子要進來。衝題嚟哈，衝題嚟，係啊，嚟衝題嚟，嚟衝題嚟，搶求下欣賞公平哈。好嚟，好。米件嗬，當佢講法，啊真強哦，你今日帶一吹啊，假要吹哦，邊個有評審欣賞下那多嘅應該。誒真嘅呢。該隻同你比賽。還有本評審欣賞壓力係冇。咁當然來啊，粉絲。米健講6年前有來過啦，係啊，6年前啊，對佢有印象。啊，除了在那邊比賽場地看到你都個比賽，所以佢按照比賽常客上下啊。啊，今日嘅表現嚟講，4評8分，我都也冇跌板啦，老師也親張啦，啊，笑容也親和啦，你歌詞車老師寫啦，親也講錯，人生才是技術當中加阿鳳老真係講，安尼對自家較好啲，我過快樂啲嘅，哦，所以安尼叫十萬特別做事動，而且呢位有好了唔出去。哦，我聽佢話講咧，會抗昂體啊！哎呦，最近我聽佢坐定去看電視，會抗昂體，所以所以到呢邊嗬，看過呢比賽，大家要搞到朋友親呵，所以今日能夠講平穩，應得真當啦，輕矮就按樣啦，其他欣賞矮就唔啲啦。唔過你今日分數啊，能夠講平穩，能夠過關。哦，先生，今日分數以後會過關冇問題。係哦，係啊，好嚟看一下佢嘅分數。好，看一下黃米健嘅分數。好嘞，哎呦，93個。你看咱幾冇中嘅，1個93個，厲害。是你同學嘅朋友要來嚟。之前變到第4名啊，基本上那個過關。前6強嘛。係啊，前6強，第4名。創意來經過6年，係他厲害，講評分完全唔會緊張呢。哎呦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哈，先夜坤一下，下波坐一下。好，安姿勢，多謝哈。好嚟，殺下嚟。殺落一部梅珍帶來3個字。嚟，睇過啦。一层流风。
欢迎曾志豪。你好，你好哈，哎，呀，唱到也很几港，有6声嘛。有啊，我可以2個嘛個老人機，老年金嘞哦。佢咪健腦卡，健腦卡係65歲。65歲。哦，哎呦，保養得當好。看唔出來保養得當好啊。係啊，我平時冇乜嘅保養咧。啊，真的哦，天生麗質。天生麗質，一特別。青好運動，好運動，好運動的人可以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對。對啊，底子打得好的人真的。因為嘅國小嘅時節哈，國小啊，國小啊。你還記得國小的時候？記得了，你唔記得了？給印象很深刻，因為哈，跟下我都很會賽跑嘛。哦。會走有冇啊？都走。田徑隊是啥？短跑嗰種係100公尺，100公尺誒。哦。按前輩走嗰種短跑就錯咧。衝刺力懂厲害。對，衝刺力還不錯啦。啊，這真得命啊喲！錯啊，啱過吼，因為佢下咪擺要多嘅線嘅時間嘛，讓你掹下落去啊，都跌到錯嘅掹下落去，但都撲喺都多嘅線有嘛？倒雷不是啊！對，你就父母差了數線高一樣。你看第一名就會裡面的，裡面數線多呀。沒有，我在想，我喺香港哈，因為好像已經人哈，不然呢快要受不了。你有蠻高。都唔點樣嘅呀，然後嗰雙人好像快要跌倒誒，喺上不行誒，喺上個啲線要嘛嗬，撲下一嘟可以壓到線。衝太快啦，係冇衝中夾嘅。啊，後來啲先生啊，老母嚟講，誒做乜話你咯？因為米拜做，當然因為我彎到咯，我跌下落。米拜都會跌倒。米拜亂嚟啊！真的哦。因為那衝刺力很大嘛，你100公尺嘛哈，亂嚟嘅衝刺，你要很就是很大那個力道。很大爆發力。對。啊，結果我一邊想講我咩唔抵啊，唔做嘛話呢，我也不希望這樣，錯嘛？結果我規種傷呢，這樣全部攏傷。好。還有一些那個。啊，後來還有再繼續運動。繼續運動。都屬於。後來到了國中，就是課業較無限。係，較無運動。我想講，我咪擺走，如果你幫到。還有剛開始1年生還有啦，各種愛子人，各種1年生還有。那真的不適合啦，每一次跑都每一次跌倒，某次他某次。是平衡感不好嗎？不是，結果哈，他係讓地講哈，我哋地中海貧血。哦，地中海貧血，他講運動的，他講什麼運動？因為你地中海貧血哈，你爆那個什麼衝刺力，對，不行，那個不行。地中海講什麼？不知道是缺碘呀嘛東西。哦。那你天生體質的不度，看不了烘東西。遺傳吶。遺傳啊！搞不好你上輩子是在地中海那個出生，對，這輩子。跟有希臘嗰邊聊，傳到。你和110希臘嗰邊聊，看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。對，我好像來到。對。係啊，我一衝頭髮2片，帶的2片，是吧？沒錯，就是這裡。好了，來，衝出來，向高中欣賞公平哈。好了，今日王少志創下三國志吼，創來以平穩啦吼，有一個特點啦，就講佢創下三國志吼，有我哋講有懶人，吼，嗰個佢也有對吞吐浮沉，就對所有嘅記憶啊，有條種三國必須吼。伊做得創有停頓啦，哈，也係有符合到佢個詞機嘅詞情，吼，也係佢優點，嗰個上也以後啦，哈，今日也幾條嘅假使講，突出佢個毛片，吼，最尾就其中一種嘅較無按言慢到嘅，其他應該就相當好啦。加油！好，謝謝。來，就看分數了哦，看一下王偉正嘅分數。好嘞。13謝謝。哇哦！哎呦，有幾票哦！係哦，當高分哦。有幾票哦！先動恭喜，先動恭喜。偉正之前也可以下哈，你們坐一下。上到真係講好聽。多談啊，山東樣。好，沙來。沙來，車龜妹帶來羅山歌。好嘞，彈我啦。之前因為參賽朋友都係。
其他把我上台之前，叫我上伊要行嘛，伊行上我走嘛，叫我拿空用。空用，先是一堆空用，真的空用有好，有没有空用咁唔做工啊？哪一堆不能服啦？我是空用啦，佢唔是空用啦，你是宅嘛？咁是宅啊？是宅哦，哎呦就排泄咧。難怪我燒聲。唔好用。山歌，漫山色那，烈火一梦后山，来匆匆春深泪。心多哎呀，幾埋字啊！哎呦！兩位主持人好，對方跳人嘅吼，有些好像聲音嘈嘈，跳人啊，哎嗱，有上，你睇上台嘅時間冇啉咩水，是條小罐水。迄開始講講上嘅我走體一物嘅，還有啲風濕啦。乜嘅風濕？之前因為參賽朋友做嘅，佢打把上台之前，緊張，有汗。叫我上伊要行嘛，伊行上我走嘛，叫我拿空用，先是一堆空用，真的空用有好，真的啦，你還真的，佢打把做安尼啊？啱咩？叫我即個帶空用。我做他太型嘅表演的時候，是油的炸破的東西。哦，真的啊，你啊，難怪那麼衝過，那麼是空用。正經你還是猜哦，你還真的哦。我唔知有，我唔知講嘢啲體質啦。但是我唔知有好。糖果咖啡果樹係很用誒，真係啊。同埋空用嘅是空用嘅哦。哎呦，奇怪。係。哦。就一係講食他爆掉嘅。咁唔做工。係啊，根本要空用好事。根本要空用，咁唔做工啊！哪一地本服啦？我是空用啦。佢唔是空用啦，你是宅嘛？咁是宅，是宅哦。哎呦，就排泄咧。難怪我燒聲。唔好用。有些汗啊，有些汗。哎呀，有冇辦法？有做看線上用嘅，用我哋編班啦嚇。唱民族欣賞。鬼妹小子哈，欣賞好。因為你唱緊張咧，盲唱以前是開始講啊，今咪會輸咧。哎呦，真的假？其實講今咪按到強輸了呀，我個心理因素當中。你沒衝到以後啊？咩其實唱緊張，哦，個後人跪下會縮嘅。哦，所以佢上冇法度唱出來，啊，讓我感到很容易啦，嗬。唱藝上，我緊唱藝上是緊亮，我喺叫冇唱哦，個上是緊來緊叫，哦，會走甩嘅，心脈嘅都冇效，係啊，所以講嚇你。不
管弦，所以去练声，声音要练出来，让你的声音清出来。好，让唔会一下紧张的时间，规下缩脱的。係當然衝哦，韓國你表情嘅強讓規下全部面色全部變脱的，對呀，所以你要去克服。慢慢的累積你的舞台的經驗，所以說年手起來就可以了，這樣子，好不好？繼續加油！好，要跟緊張和平共處，都是會緊張啦。你像喺度算正日表演咧，喺特別上台嘅時節，佢上台嘅 moment 沒緊張，上台前輩，唔單止係度，所有嘅表演嘅超級巨星都是這樣啊，每一場都係。就是要經驗累積啦。冇錯哈，哎呦，就來看分數咯哈，看一下車居梅嘅分數。嚟。90點分。輸也要輸的經驗累積啊！嘿，兩尾黑啊，就啲到那一般用慢準備啊，沒關係，用慢進步啊！好，謝謝。個轉來啦，好，你當一大類台歡迎他幾個，隨時門邊開哈，安子車位置，可以開，好了，沙雷牛田大類平板。好了。吉娜美你好，你看也唱歌就是看怂有嘛，係啊，就當有痴心啊，係啊，即看唔乜強山啊，唔會啊，你咪唱有親的咧，係啊係啊，張開始時間應該咪有一些咧，香港啊，老緊張和平共處，係咯，係呢，又咪要學起來，我學習啦，因學習當中啦，都係經驗嘅累積，係唔會啥，因為自家本身來講。他會肢體動作了就他模糊咩？啱啱查係他們就像上班民主老師講啊，衝過樓嘅動作係磨皮下呗。佢之前衝下會哦，之前衝下會，因為唔會用，叫人用必花用，兩唔會哦，兩模圓啊，係嘛？唔會啊，佢動好啊，佢低頭。佢動成基本上用，將硬長長啊用。係啊，因為。即個肢體動作唔好啊，因為細細個吼，其實以前細細個因為當好跳舞。聽阿婆說，聽阿媽講下衰。有一暗晡嘅就同阿媽講，阿媽，我跳舞俾人看好唔好？講好啊好啊好啊，做面床當吼，3跳4跳，跳到面床阿姨。阿婆笑到面床阿姨嚟，阿媽笑到威死。係啊，我向來就唔敢跳，唔敢跳。
盲读书以前差不多都加5、6岁啊，哦，脾气感觉迄很活泼嘅人呢。安尼都唔敢跳啊？那人就唔敢跳了呀？所以你天台大风跳，你的借口找得太远了吧？对啊，因为压力有情恐惧了吧？恐厌呢？不过你还有多少想可以学？哦，做得啦，做得啦。因为唐明珠老师讲的肢体模，做迄模，因为。中国的肢体动作同跳舞也有關。其實係啊，應該還是想講，有都會想講，我哋學跳舞。做得。唔是想就去學。最好。好，衝上嚟，我也跟你學習，我要去學舞啊。跳舞哦，唔行得好哦。要啦。將幾個先生嚟公平一下，先生好。好來，楊小姐這邊所帶來一個平板，因為平板係強運動多種。哦，劉德英講要四妹強、四奶強，哦，要擘喺高院強、大院強，基本人唱嘅就會就到社會很多酷前強啊，酷前強就會算四奶強嘅一種。當然啦，因為各種有各種嘅詮釋嘅方式，嚇，基本人唱嘅也做得講也唱來平平順順，哦，不管軟面軟腳也有做到，但是講。就係冇嗰種，人講係酷前，我有酷前嘅嗰種韻，有一種韻味啊，哦，係假使講要再加強到來，喺班嘅相信啊，另外一種嘅唱強嘅平板，就會唱來會越好，所以冇想講唔係因為要唱按到拜，人講一拜一定會進步，喺拜一唱就會越好，繼續加油。好，安主持人，好，謝謝。哎，這看下分數了。好，看下鳥婷嘅分數。好的。哦，94分。聽一個分。啊家94.5分。哎呦，哦。沒聽過咧，厲害。等下夠門量。哦，沒有，還有裡面，還有裡面欣賞哦。安子生，係啊，邊關啦，係。好嘞，好，先專業當我炒。謝謝哈，安子生，謝，安子生哈。嚟，殺下來。殺來，請裡面帶來羅山歌。我等我啦。劍地，半家錯難，阿哥。秋末呀，蒼山過南。阿哥蒼來，伴妹對難，阿妹了。從來呀，半個火啦。音樂開歌。哦，準備要背而來哦，係咪？係嘛？要做得。以後啊。要上個標準來嘿。要哈。要，我感覺好像做唔得數。
反正上个错东西个，嘿，就变转。数学转的是一架怎么了？冇，你看用数没应该喊袂留下来。话不敢说太满。不是，就是有时候那个转个呢。海流啊，你要上呀，要上呀。喊袂流下来啦，喊袂流下来啊！我上啊海流。係啊，我上我咁講啊，真係仲較轉過來啊。你敢講啊？係啊，轉過來啦，轉過來，講轉啊，講轉啊，東南啊，湯匙啦，係咪？東南講。聽唔是喺聽堂，東南講啦，未講啦，講嚟啊！即係啱啱講是啲咩？轉過來哦。係啊，哎呀，冇簡單，冇容易啊。係啊，係。那漢語就按到強調。兩種會講嘅應該真係非常嘅皮膚。真的咧，當厲害誒。真係非常皮膚，真係。好。要賺咁多錢咧，應該向數嘅啦，開始向數，應該創國嘅當然。有啦，退休咧，然後就創國咧。你按到時嚟傳千人難嘅啦。對啊，反正退休咧啦。也冇將特別好上。你還可以接數嘅啊？上嘅東西嘛，唔是上嘅啦。你上嘅嘛嘅東西。你上嘅嘛東西。我跳過一直夢想哦，買台很高級的轎車來開啦。多高級，勞斯萊斯。高級。但是你冇存到錢就冇法，你也冇法度咧。你也70萬歲，總得時差。哦，你啊？你可以買戰車啊。冇，這種年紀狀態咧吼，今後冇時差。就冇時咧。反應冇咁強呀，時差。就比較不那麼危險啦。唔係講自家事，安全，因為順康嘅人咩會變樣。冇害到人。對啊，反正這茶是退步啲咩？退步啊，係啊，唔是講買一天都買個好。係啊，冇在面災啦，冇做公用這嗰種。你啊有年紀嘅全部半價咩？半價的嘛。半價係啊。進老卡就半價當貨，係咪？從這來，請求下先公平哈。你啊，創國從來有講牛市群眾了嘛，所以今日。家嚟談創了數國叫人特別人談就阿黃阿真啊講係牛市啊記得，像我20歲以前細我佢講上陽股誒，你其實係轉嚟嘅，講到轉嚟嘅講到轉，我即刻拿啲轉嚟過去啊！佢講拿個轉嚟過來做乜？阿講人咩講我轉嚟，佢講我按樣嘢咧啊，按樣嘢咧，轉嚟。所以咧，是牛是冇恐龍嚟講，你談嘅意思完全冇恐龍。所以應該傳過，你平時現場做嘛傳到講，你牛市切到一準。你講後經驗，先見到人後經驗，你後是咪的音嘛？有人傳到哪的音色通，後會去經驗，後經驗去咧。這意思完全冇恐龍，你就來到幾天，來到幾天。牛市注意啊，我完全嘅意思是走戰嚟啦，所以你今日創了數國嘅平平穩穩啊，街下嘅看你一創又強旺旺，又強又旺下你，你習慣就咁樣啦，或者今日有過真千多，你係冇按強旺旺咧，你氣就會順。去順咯，你創國就會好糖。你要過節啊，咁咪順不差。加油！不差，要跌啲哦。來，唱梅珍記來都不妥同。向下來看分數啦。你們有冇抽中去哦？來看兩位哈。好，看一下陳琳們嘅分數。思念嘅心情同樣冇改變。在廖總轉型，我有很多的突破。例如說，我哋嘅轉型當中，除了母語之外，還有講嘅日文啊，還有印尼文。對，那就是跨語言嘛。還有替代老歌曲呢，就是編曲的時候融入場景。然後我就挑戰邊吹邊唱。
看一下陈琳们的分数。好了。哇哦！哎呀，就恭喜每成绩等上避免查波比。哇，恭喜恭喜！94点避免踢馆，恭喜！农业音乐会，哎呦，今日不得了哈！来到一位特别来宾啊，我相信大家对佢非常的熟悉。佢喺安尼節目固定那個評審先生啊，今日帶來佢個新的專輯。係啊，兩位先生請厲害哦，因為個金曲獎啦，你還有啲搞唱歌，韓州主持人哦，經驗非常嘅豐富。係啊，才能非常嘅多啦。冇錯。係，安尼先談佢唱歌嘅嚇，等下好我哋訪問佢，歡迎一位王宇軒先生。想起头摆路无尽，分家那生起几童年，无通泡菜香满天灯，归下就快乐连连。阿爸炒菜台门前，汤比公头摆发动面。春天，层层的爱是永不变。没想到已经过了几3年，转眼又是一个春天。思念的心情同样无改变，一年过了又一年，出沙比也有几3年。酸甜苦辣冲开桑田，天桥爱山芒大病中不甜，黄雪起嘎给一片天。飞向阿婆杏花园，吊公公杏鲍给发面。春天百花开满屋乡，天边风萧也无变。一种种无怕的路相片，回忆往事涌心田。只想点棉花一彩一边，浓浓的真情多云烟。没想到已经过了几3年，转眼又是一个春天。思念的心情同样无改变，一年过了又一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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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苦言。出沙比也有几3年，酸甜苦辣总开桑田。天桥爱山芒大病总不甜，黄
出去家的一片天，天朝爱山芒大变中福田，风出去家的一片天。古典乐、弦乐的编制啊，哈，老师要到前面来吗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这个有办法移动，然后加上弦乐，哇，那个真的非常的完美啊 ，perfect。主持人好，罗哥还有吉娜是啊，介绍这一位是来，还是你自己讲。我是黄奕轩老师，黄奕轩老师是小提琴老师，本科系毕业的嘛？是，什么学校的？东吴演奏硕士。哦，这3位都是硕士，只有我不是硕士。哦，但你是 boss， 博士，你是博士级的人物了。以你的经验值来讲，这位哦，那这位是中提琴老师，留美的留美，我是郭梦洁老师。你好。他留学美国，也是音乐硕士。哦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硕士的学校不是中央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。哎呦，奥克拉荷马州那边都很多河马吗？哦，没有哈。可能美国好像没有河马吗？哎，沙蕊湾两边哦，就是大提琴老师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姓赖，我是赖君竹老师。赖菊竹老师。赖君竹老师。赖君竹。哎，三位欣赏。你是东海大学的音乐硕士嘛？对。所以3位老师都平常有在教学呢，还是就有演出的这个常常有演出的机会，还是有参与其他的那个什么，比如说交响乐团之类的，或是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有吗？有，都有哈。或是音气合唱管弦乐团。音乐器是吗？那个音气很重哦，会不会？音乐上面的气壶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在想为什么不叫阳气啊？音乐是音乐。哦，音乐哈。对，有洋乐这种东西吗？为什么叫音气？乐团气。音乐团气叫音气，算是教会里面的就对了。哦，有在为教会服务。在音乐厅呢，哎呦，真的每年都有嘛。对，每年都有。至少每年都会举办几场。2、3场、3、4场。哇，其实古典乐的好像都要有这种啊。老师，这位长笛的美女有发型的转系的吗？来介绍一下转系改变哦。这场改变呢，你这个主题哦，它就是跟它从头到尾。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改变，然后就是从沉默到思念到蜕变。有一个过程。看到我嘅表现就会跟以往不一样嘛，那就是蜕变改变嘛。然后而且我猜廖总专心。我有很多的突破，例如说，我这个专辑当中，除了母语之外，还有加入那个日文啊，还有印尼文，对，那就是跨语言嘛，还有我第一拜，因为我第一张专辑里面，第一种专辑就已经有长笛演奏曲，但是我这是第4张专辑，还是。第一拜，然后歌曲呢，就是编曲的时候融入长笛，然后我就挑战边吹边唱。边吹边唱很厉害。对，因为为什么要加长笛？那长笛呢，其实给老中国共用。我们唱歌也要靠气息嘛，那长笛也是一样。对。然后除了长笛加入我的编曲之外，还有呢，转系了，我自己唱和声，有唱了6首的和声。对，我自己唱哦。对，我自己唱和声，而且和声谱也是自己写。有跟老师们合作。当然我们是有个团队，没人意思你呢。对，就像他们也是团队一样的意思哦。而且我的曲风也有很多的突破。包括像今天会演出的有电子的这个编曲啊，还有呢，还有
有我尝试第一次的 Lo-Fi 的曲风 ，Lo-Fi，然后我在演唱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曲风，还有二重唱，还有电子就是民谣风。过送来那种转型，应该是属于我真正内化我内心世界的一个挑战跟蜕变。猜廖种转型呢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我有长笛嘛，然后我也特别放了一首，特别用一首长笛独奏曲，廖叔狗秒很多。平板变奏曲，你哈嘎给散歌传统平板，人贵点点所以这首歌呢，有结合即兴的这个变奏，还有你天推给否桑。对对，就是时代不同，对对，就是现代的这个和声不是唱的和声哦，就是说我们编曲的和声，现代的和声。因为给廖叔狗 Q 呢，我们也有。特别也有请这个弦乐，对，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可能后面我们可能会聊到这一块，我就可以稍微演奏一小段。这个与时俱进呐，哈，这时代不同嘛，对不对？周青都 Q 风的挑战，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他就从少女，然后现在变成少妇，然后就是他从少女一路维持少女的模样到现在。但是他的音乐是没有改变，但是心境上有改变。可是我的音乐真的有改变。因为这张专辑真的是属于为什么想要做这张专辑？因为这张专辑应该我之前有提过嘛，我的爸爸嘛，爸爸有讲一句话嘛，喜欢唱歌就要唱自己走的歌，而且我有19年没有在创作。等于是说，双种转型不会去给他重种吗？也是啊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从我有10多年没有在创作，但是他因为2022那一张专辑是我回归创作，OK， 但是廖总从这张专辑改变是真正属于我的专辑，放入更多的想法。你是还当制作人？我自己当制作人，而且我把这张专辑当作是我的生命故事，因为我这张专辑比较不一样，是它是属于概念专辑。概念专辑呢，它是有一个主题，所以呢，廖总转型它就是从头就是到尾，每一首歌都有呼应这个改变的主题，思念啊、蜕变啊，或者是成绩，对，所以它就像一个生命故事一样。概念就是未来的意思，很多概念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漂亮都买不到，对，但是它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马上东西做的不用印了，马上糖的豆啊。而且我这张专辑还有拍 MV 耶，拍 MV， 哎呦，你们有加入吗？没有，因为桃花从那技术贵边哈，它是我的生命旅程的出发，就是我这首是下本来爸爸也是写给我自己的，告诉他我要开始不一样了，我开始要改变了，因为爸爸从小就栽培我嘛，那我觉得是说。我把他对他的思念透过我的专辑来呈现，而且我这张专辑，我是花蛮多的时间，花了1、2年的时间在制作。台湾刚刚讲到那个 MV 哈，因为我有讲，因为是有歌词里面他提到爸爸，还有回想以前嘛，可是我这个 MV 呢，我还特别就是特别请我的家人就来露台，他来演爸爸，然后他的小孩就演我。那因为我们兄弟本来就有好几个的时光，对，我们本来就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嘛，所以他的哥哥也一起入境，就是演以前，然后在画面上呢就会看到那个就比较复古的画面，而且请自己人省钱呐，没有，我更了解的这个人生脉络，是啊，更了解故事，省钱也是一个重点。我这个 MV 本来当初要找林演的，后来我弟弟跟他提之后，他说他自己对。他自己争取角色耶，那等于像是你们家人一起完成了这个作品，是，所以他们看到这个 MV 完成之后，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感动，因为联合客家电视台都有播我的60秒的这个广告嘛，这个就是宣传的这个 MV 改变，对，现在每天都有播放，对，但是小朋友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他有参与感，然后在家里他说：“狗狗，我有在。”练歌哦，而且还在我的粉妆哦，我演的不错吧？我本来要回他，你可以直接出道了因为他们
有参与有家学渊源啊。以前记得我们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，这个过程非常的感动。所以现在他们完全没有 NG 哎。所以真的没有 NG 一次完成这个画面。所以现在 YouTube 看得到吗？有全部，因为就在大鹏运云过一遍。转型呢是数位跟实体都发行，是，所以所有的串流媒体全部都躺一动。好啊，那大家有空的话就可以到这个 YouTube 每次讲说在欣赏的转型支持你来啦。躺一下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再带来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带来两首《年年是乡情》，年年是乡情。好，来弹唱了，来，嘿。风采弯弯弯弯的山路，上岩甲乡的路，天天的，强强的，行过一坡又一坡，啪啪的云，长长的树，还有流水摇来摇去，像老爱耶稣，用羊儿中的发生发福。半夜里都快乐跳舞，上演家乡山明水秀。还记得，太叔汉听阿公讲古。还记得，色彩亮亮，乡下大在古。还记得，你做汉。这般风采步，还记得，唱歌爱现，乡下的锣鼓。风采弯弯弯弯的山路，上岩甲乡的路，天天的，强强的，行过一坡又一坡，啪啪的云，长长的树，还有流水摇来摇去，像老爱耶稣，用羊儿中的放声发福。半夜里都快乐跳舞，上演家乡山明水秀。还记得，太叔汉听阿公讲古。还记得，色彩亮亮，乡下大在古。还记得，你做汉。这般风采步，还记得，唱歌爱现，乡下大锣鼓，感恩也为恩情，浓浓乡情，心爱的家乡，有嫩嫩的亲情，三唔地嘅故乡情，还记得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还记得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还记得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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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
很记得。哎呦，真的是才女，没错，能使用起。后堂那条狗，移开一下，不要遮住老师漂亮的脸蛋。是脸庞。哎，还有给亲讲给他嘞，长笛，这不能摔到哎，他真的我要好好呵护。这是不是一个差不多房子头期款的概念？哎，其实你保存了多少年了？因为这是我第3支，这是我第3支长笛。哦，第3支是怎么样？就是哎，不是，有一支第一支是摔坏，第2支是就是淘汰了这样。淘汰，然后换这一支这样。对对。然后我这一支是这个纯银的。纯银的，很贵，懂贵，还好啦，对啊，还好，那要好好珍惜啊。因为它没从小盆都胎嘛。我从小学，这是比较后面学的乐器，但是呢，因为第一种转系咯。第1张专辑就有2首的长笛演奏曲，但是我这中间有好多年没有吹长笛哦，所以来为了要种冲片呢，我要加入，当然我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找回来，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古典音乐有基础，所以比较快。因为来从小就是学古典音乐嘛，都是看五线谱习惯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有加入长笛的话，那老师就要给我们五线谱。哇，都看五线谱，因为它有不同调性。然后比如说这是西调的话，或者是不同的调，不同的调它的指法都完全不同的。哦，所以从这后多呀，它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意涵？尤其还有 TP 用的能使用琴2条狗也不会多。其实不是，这首歌哦，其实我加入长笛，我把它当做是创作的一部分，也没装饰，它不是装饰而已啊。因为就好像现在电视很多人放在家里只是装饰而已那种感觉。我所谓的装饰就是编曲里面有的欣赏，他可能会把长笛加进去，但是我自己演奏，那我自己演奏，我把它当做是一个创作，我把它融入了创作。欣赏这俩专辑你不会读，条有共奏吗？还有那会一条平板编曲曲冲吗？是独奏曲，独奏这一首独奏曲，你有。那罗哥，吉娜，你有空可以听听看，因为这首歌算是蛮大的挑战。我们不用有空听听看，老师现在现场可以示范一小段。因为它是算是好，那我就来一段你那个即兴的部分。好，来，我拿一下麦克风。对，嗨，嘿。在你的专辑里面有表露一下，有表露一下，好。因为单枪会平板，它还有我刚才就有吹一小段了，还没有吹完呢，因为时间有限了，时间有限了。他这个转西底不多，这个糖豆两。你们学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学那个哒哒哒哒哒哒？阳明春晓一定有吧？我们比较阳明春晓还箫吧？比较常吹比较古典乐曲，什么卡农之类。对，它这是西洋乐器。有没有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？有没有？我觉得今天要考试卡农挺简单的吧？对啊，卡农对于那个吹长笛的太简单了。今天制作单位本来我今天是要对音乐，他说因为时间来不及啊。我用麦克风就可以吹了，真的。来，小康老师来。学的蛮像的，你的指法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你没有跟到，对，你的指法至少要跟对吧？里面时间也管很蛮简单的，就像他把糖爱给转写，真的，转写你不会读会喊他离婚啊，因为含有平板做带嘛，对，就是要传统的平板为主，含有使用音乐的结合，转写蛮多了哈。全部够
开冲片红，还有串流平台，对，像什么博客来啊、成品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有上架，全部都有，全部上架。编大凤玉云鬼编，什么太假？就请得到，多多的支持啊你哈，今后再带了一条歌好不好嘞？哦，廖叔国 Q， 因为我个转型哦，也有加入日文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带了廖叔，廖叔很多安雅给语。安雅给雨，对，哎呦，对，晚上的雨，就是廖叔国 Q 会在有一天晚上下雨的时候，有感而发下给国 Q。哦哟，一定有点酸，有点雨都的感觉。听了就知道。而且这首歌给他 Q 风，我也是往来替拜从事的。哎呦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听听看哈，一条歌。什么？安雅给雨。有黑影在录音给安不呀，2點鐘才天來行，寫起一類類水花，微風吹起衝散，滴答雨是酸的字眼落下，唔知係真也係假，講出心肝多幾。说出对你的牵挂，亲像的画面，还记得空下在大阪，また覚えてるか、そばにいるから言葉はいらないよ、忘れないか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一切随缘吧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航行走起港。朦朧朧嘅夜空，亮清嘅夜。梦存情绪盼望，上演普落在头上，家乡亲情无间，点点滴滴讲应嘅梦在流汗，唔惊日出有缘来找。小看人生都變化，請問個路嘅人啊，你講飛遠啊，清風啊，太可以小吧。起港。